后来乡亲啊，过来是这个台电今仔日来证实，因台电大楼的总公司有一个员工来确诊，因为伊伫确诊进前拢上班，所以同一个办公室70外个员工紧急来做裁检，而且即摆拢居家办公。啊，讲其实哦，共即间的办公室6天前，有另外一个员工来确诊，两个人是毋是互相来传染？爱个等疫调的结果。过来是新北市出现着确诊者的卡热。讲有去过鼻样工厂，所以即摆迄个所在嘛，紧急来停业来做消毒。另外，台北市信义区微风百货公司内底有一间祥祥自助餐厅，嘛因为有确诊者伫遐食饭，今仔日嘛紧急来停业。位在罗斯福路上的台电大楼16号有员工确诊了，而其实在11号的时候，同办公室就有员工也有确诊。当时呢，这一名员工有进行快筛是阴性，所以他持续都有上班，直到15号都有出勤。昨天确诊这位同仁，就是因为我们自行做快筛发现有现象，在做 PCR 检测是阳性确诊，因为他本身没有症状嘛，跟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仁啊，先安排进行 PCR 的检测。那在检测结果出炉前，先居家办公。10日头一个员工确诊，同时有20个人居家隔离，另外75个人快筛阴性了，正常的出勤。即卖又有人确诊，台电唔敢大意。除了共办公室员工70个人拢爱 PCR 检验，爱伫厝上班，共楼层的员工嘛爱快筛，一半爱居家办公。伊毋过台电讲两个员工敢是互相去围着的，目前爱搁调查。另外，伫台北市信义微风百货内面的香香自助餐，伫8月7日，有确诊者去店内食饭。餐厅发出声明，讲昨接到通知就随停业。目前餐厅已经消毒，今日暂停营业1天。卫生局也要求这间自助餐禁止内容，一直到8月27日。永和变百货因为有新北市的家庭捐助确诊者去过，今日嘛停业1天。确切的他的行进的动线啊，我们是不太清楚。我们会做全场的一个管制哦。基本上我们的一个专柜的员工，然后一些协力的厂商哦，我们都昨天都完成了通知哦。在疫情2级的警戒下，依然有零散的个案来确诊，双北拢有。咱乡亲出外时一定要谨慎。